城巴歐盟4型 Enviro 5005513喺琴日行車證到期退役，車隊編號5513，車牌 NG5568嘅歐盟4型前新巴 Enviro 500巴士喺2008年出牌。呢部巴士喺新巴創富道車廠裝嵌車身，成為最後一批喺香港裝嵌並以散件形式附運嘅新巴巴士。呢部巴士退役前為城巴最後一部仍然服役中嘅歐盟4型直梯巴士。5513於2024年10月被擺放至青嶼幹線巴士轉乘站，並於2025年4月用作訓練巴士用途。同年5月23日首航82線，當時主力行走110線，及後曾短暫登上樓盤全廣，落廣後主力行走106、82同埋82X 線。5513喺復出期間曾多次壞車，最終喺2026年3月13日因壞車退役，成為最後一部退役嘅歐盟4型直梯新巴式 Enviro 500巴士。巴士退役後，被擺放至創富道車廠2樓。喺佢隔離嘅有早前車頭冒煙嘅城巴歐盟4型 Enviro 500巴士8112 NU7670。據了解，5513已被拆去部分零件。唐氏新聞台記者語音一報道。